大家好，你有冇試過遇過一啲人，你唔鍾意佢，但又忍唔住要留意佢，佢講咩你都會嬲，但又忍唔住想睇埋。佢好似一場真人 show，但現實影響力比大多數政客都大。點解一個講嘢爆，做事極端，成日上新聞嘅人，反而仲有人支持？究竟佢係政治奇才、商業天才，定係自戀代表作？你又會唔會支持一個唔講你但又好似講中你心聲嘅人？我唔係教授，但係我講嘅嘢連教授都會估過一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知識大收穫嘅智能仔。今日要講嘅主角，基本上係你一定識，唔一定鍾意，但又絕對唔會無視嘅人。Donald Trump， 佢係咩？美國總統、地產大亨、真人 show 明星、網絡meme、商業界嘅一面鏡、心理學界嘅一份教材、政治界嘅一場實驗。1946年6月14日，特朗普喺紐約出世。屋企唔係富裕，而係已經係有幾千萬資產嘅地產家族，基本上係含住金鎖匙出世。但金鎖匙唔代表佢會乖，佢細個就表現出一種我話事嘅氣場，唔肯聽人講嘢，老師形容佢霸道又愛爭拗，甚至同同學成日衝突，最終老豆決定送佢去紐約軍事學院。呢間唔係普通寄宿學校，而係一間比你部隊長官仲嚴嘅軍校。每日早上6點起身，步操、軍操、打掃、服從。你諗下，一個本身住豪宅嘅少爺仔，被逼過軍人生活，但佢冇崩潰。相反，有人話佢喺軍校越訓越強，越磨越硬，仲做埋學生領袖。佢學識點樣用紀律做工具，操控權力，講嘢夠狠，做人要威。從心理學角度睇，佢好明顯係屬於高支配性人格。基本上呢種人唔鍾意被支配，唔想輸，鍾意攞主導權，經常用語言或行動嚟壓倒對方。佢唔會問點解你唔認同我，而係會問你唔聽我講，你係咪蠢？你細個有冇試過覺得全世界都唔明你？你係選擇收埋自己，定係好似特朗普咁，唔緊要，我叫你哋都要聽？對特朗普嚟講，商業唔一定要賺錢，但一定要搶眼。接住家庭事業，特朗普冇選擇低調發展，而係要打造成全球最靚仔地產王。佢見 Trump Power 唔只係樓高景靚，重點係要夠威。佢要成為品牌，而唔只係地產商。所以你可能會見過 Trump Steaks、Trump Water、Trump Vodka、Trump University、Trump Shuttle。而 The Apprentice 令佢成為 household name。你每集見佢喺總部開會，指住人鬧，仲對住人講 You're fired， 成為美國家傳戶曉名句。
佢唔止做節目主持，佢係一個符號。如果自戀可以裝入電動車電池，特朗普應該可以供電俾成個紐約。法國哲學家 Jean Baudrillard 講過，喺後現代社會，現實已經唔重要，形象先係本體。即係乜？就係你係咪叻唔重要，大家以為你叻就夠。Trump 就係咁樣靠幻想建立權威，唔需要真憑實據，只要令人信服。唔係問呢個人係唔係真成功，而係呢個人睇落好似成功，夠就得。係自戀定係極度需要肯定？好多心理學家研究過佢，結論都近似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， 即係自戀型人格障礙。但你唔好以為自戀等於脆弱，相反，喺現代社會，自戀型人格好適合搶光環 吸 attention， 尤其喺社交媒體橫行年代，講得快，講得爆，講得誇張就贏。特朗普啱啱就係有名人腦，唔重內容，重效果。佢唔係講事實，而係講一樣你會寫嘅說話。有一日，特朗普話要參選，咪玩啦吓！2015年，佢企出嚟參選，大家第一時間反應係：你咪玩我啦！政壇笑晒，新聞當係搞笑，但笑極唔笑得出，用一句句通俗，一步步打入群眾情緒，唔再係政策討論，而係感覺上你覺得佢話你心聲。佢講非法移民，講失業，研究指人面對不安定環境時，傾向支持強人領袖。特朗普就係扮演唯一真壞人角色，帶住美國人一齊嬲。問題嚟啦，咁樣選總統係民主活力？你以為自己自由選擇，但其實係民主走火入魔，自由意志都俾算法操控。事實係你見到嘅資訊已經被演算法精準安排，就例如 Facebook 推你睇特朗普影片， YouTube 自動推薦佢演講精華， Twitter 放大佢嘅言論。你諗係你揀佢，其實可能係佢搵到你心理漏洞。你諗緊政治選擇，其實已經俾人前期鋪路做好晒。佢唔係一個全職嘅政客，而係一個黑客入侵你心，然後主導你情緒。退位未退場，佢落台後冇收聲，照樣開記者會，做 social media， 話自己選舉被偷，等等等等。其後仲創立自己寄生平台 XXX Truth Social。總之一日未封口，一日都仍然影響美國政壇。其中一樣搞到全世界震晒嘅係關稅大戰。佢話要懲罰中國，提升進口關稅，搞到成個全球供應鏈斷咗條氣。iPhone 成本升，美國農民投訴，但佢就照講，我要保護美國。其實係咪真係為民？定係 showmanship 另一種？特朗普係咪成功人士？可能唔一定。佢啲商業成就有好多其實係靠包裝。佢係咪政治強人？佢未必識得傳統政治技術，但係佢贏在
掌握情緒，利用媒體，製造形象。你以為你睇緊一個人，其實可能你睇緊一個精心設計嘅劇本。最後一問，如果你知道一個人講嘢一半都係演技，一半都係營銷，但佢講得夠爽，夠過癮，你會繼續支持佢？你重視真實，定係娛樂？你想要事實，定想要感覺良好？留言話我知，你點睇特朗普？佢係天才、騙子，定係一個反映時代嘅現象？你仲想我講 Elon Musk、AI 自由意志、普京，定係邊個人性謎團？打落嚟，我幫你解構。多謝大家睇到呢度。如果你都覺得特朗普唔係一個普通人物，係一種時代現象，記住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我唔係教授，但講嘅嘢連教授都要揭個鐘仔。你嘅每一個留言都係我繼續做片嘅燃料。記住啦，睇完唔好淨係笑，試下問下自己，我哋鍾意嘅到底係事實，定係感覺良好？我係智能仔，下次再幫你解構更多人類操作系統入面嘅bug。拜拜。